為市民咧提供翻一個優質嘅中醫嘅服務，咁令大家達到一個真正嘅身心健康。大家好，我係傷心中醫嘅黃希文醫師。當初點解會揀咗中醫呢條路呢？主要就係因為中五至中七嘅時候呢，我搬咗去我叔叔嘅屋企住啦，咁專心讀書啦。咁當時咧喺叔叔嘅教育之下咧，接觸咗好多中國傳統文化嘅嘢啦，背誦咗一啲國學嘅經典啦，例如三字經啊、千字文啊、禮記大學篇啊。咁所以對中國文化咧都好有興趣，但係一去到中七諗到要揀咩科目嘅時候咧，如果上到大學仲係讀一啲中國文學啊，或者係中國歷史等等，實踐唔到啲乜嘢咁樣。咁當時咧喺嗰度住嘅時候咧，如果有咩病嘅話咧，阿叔咧都會帶我去一位老中醫嗰度睇嘅，慢慢喺半信半疑之下咧就見到效果啦，咁就信任咗中醫，所以最後就覺得揀咗中醫呢一科咧，先可以實踐到頭先中國文化嗰啲精髓，咁所以就踏上咗中醫之路啦。臨床嘅療效咧係中醫嘅生命，咁所以咧係點樣提升個中醫嘅臨床療效咧？咁我哋中國主要就有3個方法啦，請教老師啦，跟從以往各位老師啟發指引嘅路啦嘅方向啦。咁第二咧就係鑽研嗰個學術嘅經典。咁第三咧就係結合翻而家嘅時代咧，咁我哋有時都會請教 AI。咁同埋就係同業界嘅同道去交流啦，包括部分嘅西醫，尤其係心臟專科嘅醫生啦。咁吸取多學科嘅成果咧，睇下點樣融入到中醫裡面，咁從而提升中醫嘅臨床療效。咁當初點解係成立呢個傷心中醫咧？主要就係因為系統學習咗中醫心臟病學之後咧，就慢慢發現到臨床上面好多心臟病嘅患者咧，往往都有情緒嘅問題。咁包括一啲焦慮啊、緊張啊、抑鬱啊、悲傷啊等等嘅情緒問題啦。咁呢啲情緒問題咧，往往來源於心臟相關嘅一啲症狀啦。咁譬如心悸啊、胸悶啊、呼吸困難啊、頭暈啊等等。咁如果呢啲情緒嘅問題咧得唔到適當嘅處理嘅話咧，一方面就會加重佢原來症狀嘅表現啦。咁第二個就係真係會加重心臟病嘅表現、發病率同埋個死亡率啦。所以我哋就希望藉着呢個傷心中醫嘅成立咧，就提高翻業界對於診治心臟病之餘，同時關注情緒嘅呢個意識。我哋傷心中醫嘅理念咧，主要就係將中醫嘅診治技術結合到傷心醫學嗰度，提升翻傷心疾病患者嘅嗰個生活質量啦，同埋預後啦。咁另一方面咧，就係提高業界對於診治心臟病之餘，同時關注患者情緒嘅呢個意識。咁就希望建立一個更加理想嘅一個醫患關係嘅建立啦。咁從而提升翻中醫喺傷心疾病嘅臨床療效。我哋中醫喺處理心臟病個治療方向咧，主要都係首先睇翻嗰個診斷啦，同埋嗰個辨證論治啦。就好似講我哋最常見嘅一個心悸嘅症狀。咁我哋一般認為心悸咧係由於心血唔夠啊、心室所養導致嘅。實際就係講心臟起源嘅位置咧，我哋講個竇房結啦，心臟起源位置同埋嗰個傳導系統咧係嗰個氣血供氧唔夠，嗰個心臟咧唔能夠按正常嘅節律去跳動，咁從而咧就出現一啲心律失常嘅表現。咁我哋傷心中醫嘅宗旨咧，主要就係同時關注病人嘅心臟同埋心靈，咁尊重佢哋嘅主觀感受。咁我哋就希望透過通俗易懂嘅啲語言啦，去解釋病情，咁消除患者嘅疑慮啦，去治療一個整體嘅一個人，而唔單單係一個疾病。